大家好，我係錦盛港式燒臘嘅師傅。即係早2年咧，我喺廣東之前有做過脆皮乳鴿啦、白切雞啦、燒雞啦、燒鵝啦，即係港式味道咯。平時我哋嘅檔口咧係賣燒鵝、燒鴨同埋啲燒鴨飯啊。啲鵝咧係中國進口嘅黑中鵝，然之後咧佢個皮脆、肉滑啦，又大隻啦。準備鵝啊，佢就係過濾啊，洗乾淨啲鵝，入料咯，放針咯，空工要成8個小時咁咯。然之後就上脆皮漿啊，等佢脆皮啲咯，好食啲咯。爐燒嘅話就要成45分鐘啊，或者40分鐘到咯，即係睇鵝大細。我用嗰個係環保炭嚟燒嘅，因為咧用個煤氣燒咧，其實有嗰陣煤氣嘅味道嘅，佢冇有夠炭燒嘅咧比較好食啲，香啲。啲鵝咧佢個味道咧係比較即係淡香型嘅，好適合大眾口味嘅，鹹中帶甜啦，食落去呢個口感咧特別香口咁咯。送飯啊、食飯啊咁佢特別配嘅。我哋個檔口依家個位置就喺康城紅園嗰個位置咯。如果係想食燒鵝、燒鴨嘅話，你就過嚟錦盛正宗廣東燒鵝，試下我哋個味道。即係接落來咧，我哋仲想做更多個產品出嚟咯，更多個食品出嚟咯。